首歌咧點解叫樹樹咧？係因為每個人咧都應該要好似樹咁咧留翻啲距離俾大家，所以有啲咩咧 send 俾個人同佢講叫佢 stay away 就得㗎啦。風裏擺，要掉社交的壓力，遊玩才盡興，相隔幾次是約定，更自由清靜。問我就要自問問工作，話我花費高就回覆冷漠，講夠未私隱都揭起，我不過想口暗氣，望你知道分寸別生氣，學下觀察空氣流過，體貼大方距離，連樹也似